去目不暇接，大红、艳红、紫红、桃红，要多红有多红，配上牡丹大朵绽放，要多花有多花。过去大家叫它阿嬷花布，现在连小姐都爱。客家人就是很勤又很俭，所以把那个以前老阿嬷的传统花布留到现在都还在用。我觉得很多人的生活里面都有这块布的那个记忆。原本的客家花布是床单，是被套，更像万用包巾。就像这样3两下翻来转去，便当已经包好，是很多客家乡亲共同的儿时记忆。而这几年研发出桐花布。花布从客家图腾蜕变，多了时尚感，还发展出各式各样的创意商品。你知道吗？当这个布在机器上要印下来的时候，我站在机器底下看着那个布这样子跑，好漂亮，真是美呆了。这好漂亮，要怎么说？亮暗江，亮暗江。由自内心的欣赏喜爱，客家花布在这一句句“这好漂亮”的称赞声中打破藩篱，进入更多家庭，也创造了客家文化新产值。亚暗江，亚暗江。